每个世界老虎跳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很难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的夢都。怎麼改嘅功課嘅法，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留白嘅夢，本意行家，就從黑老來個，嗚哈。也有人魚，也有人鴨，直到是夜風慢慢流動到快樂嘅快意嘅兩條魚，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，相愛唔記得，我又唔記得，嘅公路嘅愛已經令你心動，留白嘅一切就不光帶走，依賴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你多带黑蛮人啊？怎么可以拿俺的东西？这一下张讲，小鸡啊，你送来的哪呀？味道诶，莫紧张。嘿，停，退后一点，往左边看。Hi, Mr. Dog。嘿，嗯哼。你怎么可以偷俺的机卡啊？哎，各位先生，从案部的事情你全不记得了哈？你说对耶，地路风，呼呼呼，我解脱！先生，好有，你怎么给啊？跟他讲哦，哎，送啊，俺冇嘅，俺寄托嘅。冲动嘛？几个？忙啊？哎，俺东后行呢，想拿支卡听听哦。你安尼趁人之危，万爱啊！你先老敢讲，你怎么给他下掉相片啊？啊？调戏牙齿的就算了，牙手又没公众人物，有冇给好翕的？给因为糖的，奇怪咧，还怎么个人讲？这条相片很爱翕的，扮客很爱的，假扮爱还有，那条可比的相片，娘是三体，希望爱足讲。可爱，爱张伟讲的，你侵犯到记得肖像权的。歹势吼，俺迄记者呢，俺有身份自由，哪来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俺对迄首美情有兴趣呢，我老爱指点他嘛。无爱啊，拜。哎，等一下呢，青精彩呢，还有流量哦。各位观众，哇哦！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东西，外星人有看过吗？我是外星人，我是外星人，对对对对。
我。这是我各位。第三题，无爱。唔是会爱肖像权啊？各位先生，你唔记得人家他讲的话咩？相片是爱去的，半片是爱的。奥斯卡，杨先生，证件先排晒啦，靠你的胆囊最后一铃。奥斯卡哥哥，游乐园好玩吗？吃饭忙啊？我吃饭嘛。嘿，好忙，去给买4条东西啊。妈妈，有烧焦味。快滚！叫你来啊！嘿，唔呢冇愛我，嘿個唔愛唔呢？你们今天谁约他过来的啊？很讨厌呢。你不知道他现在风评很差，我看他都有点不舒服。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去游乐园玩？乖乖哈，去大人梯啊。天天很乖。哪有啊？你都不吃青菜，哪叫乖啊？这个太臭臭的，不好吃。你看，你家奥小哥哥吼，都乖乖吃完，哪像你啊？你要像奥斯卡哥那么乖哈，妈妈就带你去游乐园。啊，好难哦。天仙叔叔，你有吃这个菜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我不喜欢。可是我妈妈说吃这个菜对身体好。只是吃别的菜，一样可以对身体好。妈妈，你听到了吧？医生叔叔也没有吃，所以你不能逼我吃。还冇按你啦，你吃一口，啊没吃一口。表情上，奥斯卡，大家都陪你吃一口，按你代表是公平，好吗？好吧。表情上，奥斯卡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吃。我吃吗？奥斯卡，来，尽量吃。好吃吗？奥斯卡。姐姐，这里面是不是有花生啊？花生，我不知道啊。谢谢。小太，開嘛？爸爸，我一出生就反超耶。嚇？佢用個啥？莎莎，莎莎落去醫院，跟這個東西拿到去視察。小朋友过敏病史多久了？我妈妈说从我出生就有了。
那除了对花生过敏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食物吗？有。只要不碰到花生，其他食物都没有问题。哦。医生，请问一下，他现在是需要打针吃药，还是要住院观察？请问您是他的？我是他爸爸。哦，怎么了吗？哦，没有啦。其实像他这样子年纪的小朋友，都是父母代为解释病情，很少有小朋友对自己的病情这么了解，比较特别。医生叔叔，那是因为我比较独立啊，我不喜欢爸爸妈妈管我太多，所以才会对自己的事情这么清楚。那你也太早熟了吧？不是早熟了，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比较聪明。是吗？我就没有碰过像你这么聪明的。现在不就碰到了吗？那我们等一下就打一下点滴，然后观察一下。Finally， 我行路都唔掉狗都唔記得捱咧，開捱嘈都叫 BB。叫送茶。Oscar， 狗都有歡喜冇？很像是病哦。啊，這片有一點點 ice cream 買一送一。Oscar， 屁股會好嗎？Yeah， go。我老爹哋發生乜嘅事啊？冇關係啊。莫说，你是听不懂人话。一係垃圾，幫佢搭踢。我啲同事想跌到垃圾桶，莫亂揼。一係捱落卡，捱去樣嘅超樣嘅。冇看到字條誒，怎麼給有施救啊？是這樣哎，我的世界已經瓦解了，我只能用喝酒，才能讓我自己聽不到那些討厭的聲音。你有冇在過我？唔鬧啦嘛！唔想人大把一塊追求嘅嚴格。你對我有什麼不滿，你就說嘛。你知道我該唔講法？唔講啊！反正我們的關係都這麼難看了，有差別嗎？係媽媽嘅愛講嘅。媽媽該愛講，說你討厭我啊，說你不再愛我了，你說啊？我沒有不愛你，唔是去搞亂團。愛亂團呢？說你愛我，所以你用冷戰、忽視跟指責來證明你愛我嗎？這些都是很空泛的問題，講下就冇意義。對我來講，有意義。對了，你懂什麼是愛啊？你不懂，因為你跟外面的那些男人都一樣的低級，只想娶個漂亮的老婆，幫你生一群漂亮的孩子，所以愛不愛一點都不重要嘛。手按你看愛錯，手係按你看。
母亲此时目的爱的蠢男人。好，爱此时爱唔伫爱，干咯！我不懂恋爱，不过我行的爱懂，上网追求，然后求婚，然后控诉家庭。我不懂爱孩子，不过我上网好，上网本奥斯卡父爱，干咯！你做为嘛嘅？按多年来，俺唔是看过上网去了解奥斯卡，去爱奥斯卡，去本金唔爱老亲密感。我不懂爱，唔过听梦爱上网歌，干咯！你有冇？你老爱讲母爱，你有看过你的妈妈吗？你记得她样子吗？喂，你冻惊，真惊啊！要问啥呢？真惊啊！你老妹对自己老爱无关系。佢冇人做得起吗？你做乜得？讲人会困做头皮木贴皮风讲，你也讲侬意思，真金冇办法听数。你做唔得唔天数，你做唔得。我当然做得唔听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。母亲此时不敌爱。我恨你们！你千万别怪你，你有想过信用会变到安尼吗？你明明有想面对气家的问题，你总系老事情演的。你出来怎么知道气家唔错？姑嫂，事情才会变到安尼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。你凭什么？你凭嘛敢讲啊？错，你马给祖母黑。以后不要再打给我。冰淇淋后生哈，喊你爸再过来吃。阿瑟，田鹏啊，你做嘛啦？刚唔同总太公拿的钱哦，正好拿出来啊。哦，哪有拿几万块钱？给着钱哦，迄个这个拿本来的啦。你骗鬼啊！还有啊，眼门，给到6万这种用费的福卡蒂奈啊！你这个强势不会引头去收呢哦，
也害老眼都看了下去，我老素也开死下啊！也就老生风笑，一做乜嘅？出来，娘是哪里反钱！你都要都抵钱，那鸭某拿出来，当然就会抹钱啊！快，慢快！哎，比神治本啦，安尼好冇？哎，抵啦，那鸭购嘛该就抹好了，你全部都唔会上心啦。哎，比都大不考，周三、周四、周牛、周马，做嘛该就抹好，你缺嫌来没？天空放下，那又要安排命啦。莫讲到抢眼非唔用的啦，也冇骗啊。哎，心都做清楚吼，你就会冇丢了，就会你讲咩啊？你讲的冇丢，好啊，法律讲到按拍的啦，错啊，那还是有钱满灾啊，你要钱就拿出来，哪去满灾？上次你鼓励这个小屁屁，把心照出来吼，真正很感觉做弄自肥头的用的，你还出敌啦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！要做喺你病癌嘅。我唔讲啦，来做事情永远切个喺奉承，做事也本来就有风险。你讲来冇对，你还不用抵我啊！我本来快冇啦，如果佢講冇吼，其實佢一直卡，你使唔好個裝嚟出好嘅啊！你就跟我借啊，借啊！你好賣吼，我用嚟衝，用嚟賭，用嚟叫牙絲啱吼，啱我天已經發啦，黐親啦！你讲到安尼哦，你还以为人家冇钱做嘛？还一般来养钱呢？老公，不要做好不好？还困跳啦！你就敷衍家就安尼呢？眼妹，冇可能！呢隻假水妹啦，你有冇笑容？有我一樣呀！講啊！唔借啊！你要講乜解？啊，用誒，你想離婚係嘛？佢早就想我離婚啊！咁快講嘅！你還可以睇人家乜面相啊？你相嘛感人唔啲嘅，哼！你即個講好咧啊！你若記得小張哦，迄禮拜佢咪去川島邊嚟做生意行較多錢啊？啊，小姑娘，你走嘛！你講乜鬼話你啊？你要他愛冇錢，你會讓他離婚，你就唔講人講你冇良心，唔知感受，哼！你要個婦人家哦！你我才求過啊，過啊！你幹嘛？哟，你忙水還要往去落？睇我也冇賺很用。小凱，你做咩乜嘅東西啊？哎呦，佢唔記得揾衫嘅，揾到做嚟就好呀。乜解唔記得揾衫啊？做乜解去揾衫？牙本牙妹做嘅衫，做乜解攞去放好來啊？也係電視台規定嘅咩？又唔係人決定嘅。唔是講安度，牙妹嘅衫嘅，亂嗌。媽媽，歹勢啦，我冇注意變到攝影棚了。我講一擺。哦，繼續小凱冇注意去食到飯條啦。我哋哦，幾點去醫院就唔記得咩？你真有？我說來這個做乜解啊？我們這個做唔得是飯條誒。你要看報告醫生嘛？你小凱是乜嘅用係講咩問題嘛？看過醫生呢，事情就解決了咩？唔使用太麻細上。哪有太上啊？那死章對你邊個用住愛上？我冇要求講唔乜解嘅，我請你唔好傷害俺妹嘅，破壞家正常成班。破壞乜解喏？小凱比較偏行，但你寫功課寫到3個半呀，你要替小凱上工嗎？唔冇。過後根本你硬帶小凱做家庭日作業，結果你還係帶佢見到一樣，你要替我上工嗎？
俺就喊你牺牲搞请客、爱妈聚会、校外教学活动，你有对俺家小干嘛？你有吗？算了啦，你讲唔讲？走，你出来。我都喊你进来，你再有，我都喊你进来，再有。小凯，你喜欢吃吗？你喜欢吃吗？你係咪學到呀？我希望爸爸唔好看媽媽。爸爸冇看，這樣也沒有，佢條拜沒啥用嘅啦。冇係乜嘅用嘅啊？有冇老人講過哈？也沒啊。佢係一個發唔到嘅人，這個讀書嘅時間，他就講全就很佢變生命了，也差唔多哦。像也沒寫得100筆嘅假筆，真成功嘅。小可，這個你嚟嘅點咩？有樣冇？佢係坐喺哪做啊？唔錯嘅味嘢哦，就係也沒錯嘅味嘢。那樣想起來，我老也沒求婚嘅時間，沒得了，全就很久以前嘅事情咯。嗰樣時，我條全球動票上，還有更多想去做嘅事情去做，唔過也沒啊，是為到我，用佢自家嘅前途，全球啲屋卡做一個高興嘅形象。然後也沒全球想講安排會更加好，是冇想到。爸爸，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更好的，因為你們還有我啊。爸爸，跟我講做的。哦，歹勢，古典功法全就唔記得了。你喜歡什麼？我想愛本做的同我聽書嗎？聽書嗎？家庭日作業，我翕一張家族合照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嗎？當然做得啦，來。丁玲，你會來啊？這兩來哦，哦，我嘅上偷得乜嘅時間會來哦。冇啦，人哋4年書包也就過來啦。頭講用本定間叫排飛呢。係哦，等出等跑嘛嘅啊。喬강영啊，hen前夫真來啊？係啊，誒，咩唔啱講哦，我近嘅做下長褲貴貴啊嚟哈。到到入站嘅吼，質量有限咩？古時候還去搶以後，又看看他身做定樣會貴啦。走啦，過嚟做聲。這樣快死哦，硬係見唔到哦，有個時間我吐聲音呢，可能係家人強下帶過來啦。哎呀，冇關係啦，講不來哦，就聽錯來啊。還有啊，今日係簡單聊一下天片嘅，以後就做好嚟啊。4年嘅咩，順條教就好啦，冇關係啦。阿彌陀佛咯，盡一出盡一，無法講啦。好啦，跟人家嚟哦，呢邊長褲同做下看看下嚟，嚇。好。你揾快死哦，nhà老講哦，先教我一下啦，嚇。嗱，以後就做好嚟啦。等一下，幾不卡你，聽我來信。
某事，妈咪某事了。乖乖上课哦，拜拜。艾妈亲子交友通知书，是问妈咪要不要参加啊？你要不要好好看一下？去上课吧。陈云启，校长，请你体谅我的难处。离职这个决定，其实我已经考虑一阵子了。原本我以为只要有我在，我就可以让3个孩子重回生活的正轨。但自从他们回到学校之后，吕凯健反而越来越受到注目，而杨佑丽言行问题并没有获得改善，父子进的家庭又有问题。如此的种种，都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胜任导师这个工作。这些事需要一步步慢慢处理，你应该要再给自己一些时间嘛。可是这也是孩子的时间啊，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是不能等的。王老师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啊？孩子的这些问题，不应该由你负全责。像奥斯卡的状况，是需要医生、家长还有学校老师3方共同努力，才能帮他克服的。你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的确承受不少压力。但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自己。这段期间以来，我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躁郁，孕吐还有宫缩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越来越多。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会有影响，所以这个决定我不得不做。这次我们应该会在7点半的时候发车，然后我估计大概1个半小时，我们就可以到我们要野餐的地方了。那这次的车程我安排的比较宽松一点，因为谢妈有提议，我们可以顺道去参观一个工艺品的展售工厂。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大家再讨论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请问这里正在进行艾妈会议吗？维尼，叫紧呢，你用微来好搞啊？不是啦，我是听说今天有艾妈会议，所以特别来找你们的。亲爱的，你用啊？是这样的，这阵子 Oscar 受到同学、老师还有各位家长的特别照顾，让我真的非常感动，也很感谢大家。我知道今天正在进行艾妈旅游活动的会议，所以我想来帮忙大家。你太客气了啦！学校里的每个小孩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啊，照顾他们是应该的。薰琪，真的谢谢你，但是请务必让我帮忙，因为这是我一点心意。董演后啊，你来参加，我们当然很欢迎啊。温婷，走呀啦。我们刚刚讨论到一半而已，那你就边听边跟上我们的进度。好。好，那各位爱妈，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车程的讨论。我们这一次会分成不同的小组，然后有不同的爱妈，然后我们要走不同的踏青路线，这样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这栏目的项目这样不是太清楚哎，你要不要试着把它们对调，这样你会比较明了。还有，你看你的行程的时间安排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慢慢做就行了啊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佳佳妈妈，你刚刚不是说需要人家帮忙吗？你过来，温妮会帮你的。好，不会，应该的。这是大家的保险名单，麻烦你把名单念出来。
后我可以听得快一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张佑华、黄子云、许怀珍。哦，山内跳前，嘿 Captain， 嘿哈，咩？嘿 Daddy。哦，也给较爱的手嘿了 ，Sailor。啊，哇，美人鱼耶！也给嘿妈咪哈。 冇海，贵耶，海球，就系美人鱼护花使者哈。还有一啥人啊？迄算爷咩？咩？迄姑姑嘛？ 嘿，你好朋友是啥？祖母咩啊？还嘿海盗。真嘅嘿海盗啊！ 我哪一摸你什么？很多唔会吵，爱手弟，俺妹轻飞台艺术曲。俺每次都给罗医师呢。 不过一段时间磨练还是有差，头摆我要所曲的弹到极好诶。头摆，妈妈，夜跳俺练磨1礼拜呢。用不啊？小凯，小凯，小凯。 你为什么还不消失呢？小凯，小凯，马雞，我竟然冇談到係，你嘅上馬雞啊？冇啊，冇上馬雞，馬雞是啊，媽媽。我要提醒你，記得很講好了，下禮拜你總唔得個騎阿爸去送天師，我要講下課，你向他討論教野餐嘅事情哦。好，我會記得。 东区冇看到人强爽哎。下礼拜啊，唔是带小凯去送检么？感觉都4年，都强爽哦。唔但像安尼吼，你可以比老张专家蔡委员共投资合作共同斗生息，常被按前心一走。
眼讲的梦想吼，看了少多。不过，B B 啊，补习班有要拜转机，做伙看的艺术安排的，还拜穿钱的，俺的 bonus 做唔得特色哦。有呀，同学有喝什么？怎么给没爱啊？我也吃过呢。是。你讲他们爱，那边都出来脑海脱离不了。爱手弟，B B， 你平常不爱帮人吃亏。唔会熟太多嘛？嗯。爱看啊，你咋较强？一条看起来普通普通，不过没人做得啦。去迄个，我一条。哦，小姐，这一条帮我包装起来。好的，请问是要送长辈还是要送朋友？好的，那我帮你包的可爱一点。谢谢。Baby， 你编呢？那是亏是外面礼物很少看。娘的喏，很奇怪哈，就赌好咩？很多适合小凯的东西就买本地啊。当然咯，什么？就甲唔喺讲了，东西普通普通的，冇勉强。我不管，我想去上爱。老细你长嘛改喏，阿伯哦，我买较贵个脸的本就好呀啊。包好了，您看看这样喜不喜欢？好，这样可以，谢谢。算俺怕，你去个。我要这条，包起来。好了。上细年穷用的呢，嗯。小姐啊，外头老买煮手枪的，片数要洗好的，做得表爱讲嘛。不过遐间美术教室还蛮收呢。哦，政府665。人会看做嘛个啊？俺唔做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事情无老爱讲哈。你喊上位滴嘛个啊？俺身高、体重、蛀虫拔推，还黑把式。哦，我正好是要给你巧克力棒哎。安子说，阿叔，转来啊。奥斯卡嘞？奥斯卡去洗身。小珍，安子说诶，奥斯卡麻烦你嘞。你又不会麻烦，俺老奥斯卡喺party呢。我是嘛，俺有一个朋友老爱强用，正好是要种巧克力棒呢。第一摆买出柜上，故说俺就老给拿几下来食。无啦，别讲屁。哦。你怎么给遐条相片？条翕牙齿诶，出酸嘞。俺手又没公众人物，有冇给好翕诶？啊，错诶！俺叫有一台车诶，从头停到延福凯的路口，车向最有人诶，迄唔系人讲诶狗仔啊？嘿哦，我冇看到诶，迄唔系唔看唔错啊？无看唔错，迄讲真正迄狗仔，
弟弟嘅希曼宁嘅，无上 AV 有大明星哦。大明星哦，人用唔伫啊。总共我说你，也是公众人物咩，冇本狗仔得逞。我会注意，我会跟你一起揪出那个狗仔的。嘿，奥斯卡伊斯呢？暴力，还要没案件。我妈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都知道，所以不要跟我抢爸爸。按超又按摩精神，我不该信用做的啊！吃饭时间莫凶事情，会消化不了。你不要靠近我啦！你好棒啊！奥斯卡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胆小怕事，真的很讨人厌啊！把你弄得不讲话也是刚刚好啦，这样你就会很乖，乖到没办法破坏我的计划。全部黑暗，照样朝魔法主動出盡。你的留的所有嘅記住你，風度幫你吹響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下，我不以後，從愛過的天空，不該提來嘅力量。相愛意，後把嘅故事就盡早已改，夢容易走吧，就不愛很多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很多？